Angel，這條視頻拍完了，現在終於可以發布了。吓，啱拍完就發，你唔睇時間嘅咩？啊，那應該幾點發視頻才容易火啊？其實咧，幾點發視頻更容易爆，冇一個非常之固定嘅標準嘅。但係你嘅賬號 fans 如果超過1000嘅話咧，其實可以參考呢個 fans 嘅活躍時間啦。咁喺 fans 活躍時間嘅前半個鐘去發就差唔多啦。咁呢個視頻發布之後咧，就可以第一時間俾 fans 見到，從而啟動開始嘅流量，幫助呢個視頻進入更加大嘅流量池啦。哦，原來是這樣啊。那如果是新的賬號粉絲不多的時候，應該是什麼時候發視頻才更容易上熱門呢？其實呢個時候可以參考平台普遍嘅人群嘅活躍時間啦，一般係早上7點到9點上班之前嘅時間嚟嘅，中午12到2點係一個午休時間，咁夜晚黑6點到凌晨咧係一個落班嘅休閒時間。但係要注意係咧，咁呢個係大方向嘅流量高峰期，並唔意味住所有嘅賬號都應該按照呢個時間節點去發布嘅，而係要根據具體嘅視頻內容去進行分析。比如你做情感類嘅內容，大家落班之後翻去咧想放鬆下，咁就更加容易睇呢類嘅視頻啦。咁選擇夜晚黑落班之後嘅時間段發布就比較合適。咁如果係做一啲早餐教程啦、通勤乾貨呢類嘅話咧，早上7點到9點發布咧更加符合 fans 嘅需求啦。咁各位老闆，你係幾點發視頻嘅咧？